潺潺弥漫的地方，谁不记？我常常在秋日里那落下刻骨中品尝了无数次的那杯孤独，像凝视潮水般的日出，如火如荼，暗的光下千万件代表天下，还是去还原风雨不到爱如山。我奔跑在下雨里那狂暴雨中领悟了无数次的那般虚无，想触摸一次你的面容，如火如素，暗的光下千万件。总算到了，你也累了吧？你好好休息一下，晚点再吃饭。班长电话。没有信号。我也是啊。各位游客和居民请注意了，接到气象局的消息，名为00的台风即将来袭，所有往返船只全部取消行程，请各位游客和居民尽量不要外出。任之，看来今天是回不去了，先安心休息吧。接到气象局的消息，好吧。00的台风即将来袭，所有往返船只全部取消行程。如果你有事的话，随时叫我，我就在隔壁。嗯。嘿，哟，刚看完书啊？哼，你这是去给我们学员买好吃的了吧？可以呀，你现在可是中国好男友呀，是吧，苏炳辉？哎呀，最近薛岩呀，忙着研究学习粤港澳大桥的设计，很是辛苦。我吧，得好好体贴一下，你跟我学着点啊，班长。是，一定向你好好学习。方志啊，你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打着买零食的幌子出去闲逛啊。哎，对了，孙军啊，最近怎么没看着小裴啊？他不是在忙游泳考试的事儿吗？我去游泳馆没看见他呀。你不是去买吃的了吗？你怎么又去游泳馆啊？我这不是一直坐着的吗？我寻思活动一下，劳逸结合嘛。小裴被池师兄拉去海边学游泳去了。海边？去海边了？哎，方志，没事，那个我先上去了，好吧？回见，拜拜。回来了。妈呀！哎，你说小裴这个点还没回来，电话不接，微信也不回，不能出什么事儿吧？不能。我今天看了天气预报，说东头岛有台风，我估计啊，他们就滞留到那儿了。那他也应该跟我们说一声。你想啊，有台风哪有信号啊？肯定打不了电话呀。
可是我还是有点担心。哎呀，你就放100个心吧，我看人很准的，池若飞啊肯定会安安全全的把他送回来的。你这么说有道理啊。人家都说恋爱中的女人智商为0，我怎么觉得你这个智商好像比以前高了点儿呢？在恋爱当中，智商为0的是方志远。我明天就告诉方志远，说你说他智商为0。我在他面前这么说，那你找个傻子。好像也是啊。任志，师兄，你还好吧？没事啊，我在这儿，没关系的，只是停电而已，没关系的，不要怕。师兄，我还是有点害怕，你能陪陪我吗？好，没问题，我会在这里一直陪着你的。任志啊，你知道吗？在我小的时候，经常陪我妈妈去古村那边采风，在那里停电是常有的事情。当时的我也很害怕，后来慢慢都习惯了，也就不害怕了。师兄，你醒了？你一定饿了吧？我给你准备了早餐。师兄，你怎么了？吃早饭吧。好吃吗？好久没这样吃早餐了。你看大海多美啊！你很少到海边来吗？三分园村只有大山的。难怪你那么怕水。师兄，谢谢你带我来海边。师兄，你放心吧，我一定克服对水的恐惧。任志，大脑放空，忘掉考试，就当大海是你的朋友。雨丝在细润无声淡蓝色的回忆中起舞，留住你忽而向东时而往西凌乱的脚步。好，这一场约会如水正游荡，那天边外的星星在跳荡，似一朵朦胧般的幻影，由两山西方。你听那风儿轻轻微微诉说千万的借口，想留住他那眼
的方向，那遥远的天际线牵引着青春泪光。如果爱需要梦一场，就让它插上青春的翅膀，朝向那浩瀚无垠的天际线，在海阔天空自由的翱翔。如果爱需要梦一场，就让它穿上洁白的衣裳，在那条通往云端的天际线，捡起这青春的影响。可以的啊！来吧。认知，把手给我。认知，别害怕，我会陪着你游到终点的。就照这样子，考试肯定没问题。真的没问题，只要提升下速度就可以了。小飞加油！加油！小飞，太棒了啊，特别棒！保持住！